同樣係買恒生科技 ETF， 點解3年後你同隔離位同事嘅回報可以差足 2.4%？ 答案好殘酷，因為你揀錯咗。今日我會拆解呢場3032、3033同3067嘅科技 ETF 三國殺，幫你做一次徹底嘅財富體檢。1. 科技 ETF 嘅投資底層邏輯。2. 3033 vs 3067 vs 3032世紀大對決。影片最後我會送你一份2026港股科技 ETF 推薦表，記得唔好行開。好多人講到科技 ETF， 第一時間可能諗到嘅都係恒生科技 ETF， 佢係港版嘅納指，一隻 ETF 就打包晒所有你最熟嘅中資科技巨頭，騰訊、阿里、美團、小米，你諗得出嘅都有。你想捉住中國互聯網 AI 轉型嘅紅利，買佢就係最直接嘅工具。聽落好簡單，但唔係是但買一隻就得。雖然大家買嘅貨差唔多，但呢個遊戲嘅玩法其實係一場降維打擊，決定你長線係賺定蝕嘅關鍵，唔係佢哋買咗咩股，而係兩個好多人都忽略嘅數字：管理費同追蹤誤差。仲有一點要提醒大家，科技股本身就係高 beta 資產，意思係佢好似個山車，波動極大，政策一吹風，中美一有咩冬瓜豆腐，佢就第一個反應。所以記住，佢係你組合入邊嘅進攻武器，千祈唔好 all in。OK， 熱身完戲肉嚟啦，我哋將市面上最主流嘅3隻恒科 ETF， 南方東英3033、安石 A-share 3067同埋恒生3032擺上台面，逐樣襯。先講市場大佬3033南方東英。佢嘅優點就2個字：大隻。每日成交額閒地都過100億，流動性係全場冠軍。你想幾時買幾時買，基本上都係秒速成交，買賣差價極細。但係大佬係要收陀地嘅，佢嘅開支比率高達 0.99%。喺 ETF 界呢個數字可以話係天價。跟住出場嘅係挑戰者，由 BlackRock 發行嘅3067 Issuers， 佢嘅成交額雖然冇3033咁誇張，但都絕對夠用。而佢最屈機嘅地方係佢嘅收費開支比率係 0.25%。0.25 vs 1.04%， 足足係1/4嘅價錢。我哋計一條數，假設你長線持有，每年俾少接近 0.8% 嘅費用，複利效應之下，3年後你單係喺管理費上就已經純賺翻 2.4%。呢筆錢係基金公司直接送翻落你袋，而且唔好以為平嘢冇好嘢。我哋睇埋追蹤誤差，即係基金經理跟指數嘅功力，3067嘅追蹤誤差只有 0.09%， 竟然係3隻入邊最低嘅，證明佢管理水平最精細，成績單最靚仔。咁3033嘅高流動性係咪真係值每年1%嘅入場費？我哋可以叫佢做流動性日價陷阱。除非你係每日幾百萬上落，對買賣差價極度敏感嘅短線大戶。如果唔係為咗所謂嘅名氣或者先發優勢，俾多4倍嘅管理費，其實真係唔多劃算。最後快講埋3032恒生，佢算係中規中矩啦。費用 0.87%， 唔平唔貴，但成交就比較弱，可以話係有本地情懷嘅選擇，適合一啲習慣用開本地銀行渠道嘅傳統散戶。第一類，如果你係小白入門或者長線月供族，你嘅目標係10年磨一劍，想用最低成本滾大個雪球，咁答案好簡單，唔使諗，直接揀3067 HK， 將佢 set 做每月自動定投，然後熄 app 唔好理佢，低費用嘅複利威力會喺幾年後俾驚喜你。第二類，如果你係波段高手或者大額資金玩家，你追求嘅係 T+0， 分秒必爭，利用市場波動賺價差，咁3033 HK 極致流動性就係你最好嘅朋友，佢極細嘅買賣差價，可以幫你喺短線操作入面慳翻唔少成本。一個共通嘅避慳指南，無論你揀邊隻，都要避開市面上嗰啲僵屍科技 ETF。點樣分辨？好簡單，資產規模 Assets Under Management 細過1億港紙，每日成交額長期唔夠1000萬嘅，就要小心。呢啲 ETF 最大嘅風險係，你想買嘅時候，可能根本冇人接貨，焗住要折讓好多先走到，得不償失。總結一下，揀恒生科技 ETF。從來都唔係人買我買就實冇死。3033嘅名氣同規模，對於大部分長線投資者嚟講，其實係一個昂貴嘅陷阱。而3067就係嗰個低調但係實力強橫嘅性價比之王。記住，投資世界入面，你慳到嘅每一個百分點，都係你實實在在嘅利潤。如果你而家想玩科技股，唔知道揀邊個，可以留言科技，然後去私信我 IG， 即刻打包俾你我整理好嘅2026港股科技 ETF 推薦表。如果覺得呢條片有料到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講經 Man， 想睇更多資訊，歡迎 click 入下邊條 link，follow IG 同埋網站，我哋齊齊解構致富密碼。